哎，五哥，那个老道到底在干什么呀？我们已经跟了他5天5夜了，却进不了他的身。你难道还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吗？切，有什么对不对？像这种烧脑子的事情，就交给你们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人吧。我呢，只负责享受成果。他应该就是净慈，无赦仙人的师姐，武功高强。今天别说是你我2人了，就算是我们苏家9兄弟都来了，也未必动得了他1根手指头。这个老道真的有这么厉害啊？我们在暗中观察一段时间吧。反正到现在，妹妹是安全的。终究还是躲不过。你还是来了。素女姑姑，很久不见，我想来见见你。你终究选择了这条路。当初您不就是跟他说过，我还是我吗？我以为时间能改变你。人算不如天算，您当初不是算了，我还是如今的我，为什么您不让他杀了我呢？如果他愿意，就没有现在的你，没有现在的你，师兄也就不会萌生作画的念头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一直要保护我了？素女姑姑，您当我还是当年的小红颜呢？您说什么我信什么。你说他保护我，是他先不要我，不管我，是他不相信我，他不相信我。小妍，你毁的不只是你自己，还有我的师兄。闭嘴！多年不见，你还是那么伪善。静心打坐。这要好多蚊子啊！你挥来挥去的，出了一身汗，蚊子自然越来越多。那我也不能打死他们吧？慧根不错。道长，我们什么时候走啊？再这么做下去，天都快黑了。唉，今日化缘的银两不够住店，只好以天为盖，以地为铺了。啊？道长，这是1万两，给你。啊，多谢多谢。
哎呦，这么多的银两，贫道还是第一次看见呢。有钱人就是不一样。道长，这些钱可是哥哥们给我的零花钱，我攒的，你一定得省点花啊！我以后不能要哥哥们给我的零花钱了。走了走喽，住店去喽。啊！哎，道长，你等等我呀！走吧。哦。哎，妹妹呢？在前面呢，赶快走。哎呀，青天，青天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为什么太乙山的山那么绿，水那么甜，人那么好？那你是没被萧二气到过，才会说什么人那么好。唉，要是我能有一个你这么好的姐姐就好了。你有姐姐呀？我姐姐，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这个妹妹？要是她真的忘记了呢？不知道。这些年我爹一直闭关，我都不敢下山，就是怕他下山去找姐姐的时候不带我。一等就等了这么多年，我都有点等不下去了。可是素女姑姑说，等萧二的月亮花结果之后，让我去一趟扬州。她说我的姐妹缘分会在那里重新续上。也不知道月亮花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呢？等得我好心焦呀。又是扬州，看来我也要去一趟。萧二，你要干什么？这次你可不能再动手了。青天，她是我姐妹。我来是想告诉你，净慈道长千里传音给我，说他和冉冉已经快到扬州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小师妹到扬州了。青天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你一定要认识小师妹，你们一定会喜欢彼此的。日旭，你一定是去找她了吧？太好了！从此以后，江湖上又多了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女侠团伙。该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我得好好想想。哎，萧二，我跟青天最快明天动身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？月亮花子将结，我再等几天，随后找你们会合。好吧，月亮花子比你重要。唉，不知道我姐姐会长什么样子。我娘说，我长得像我爹，你看有酒窝。我姐姐长得像我娘，我娘生的可美了，所以我姐姐也一定很美吧。走，今天我们去收拾收拾，我要去见姐姐和小师妹喽。怎么突然下起雨来了？我们出发吧。啊！走，左边走了，快点，快！快！今天天气真是太好了。今天有你在真好。要是小师妹呀，绝对是在一旁吃着好吃的，看着我一个人忙活，绝对不帮忙。你想让她帮忙，告诉她就好了。等你见着小师妹就知道了，她呀就是一只猪，整天迷迷糊糊的，让她帮忙，绝对是越帮越忙。走吧。姐姐，我来找你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等我。
日轩，你也要等我。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我去问个路。啊，太好了，道长，你赶紧去问，最好问个小路什么的。路要好好走。可是道长，你迷路迷得跟我一样，我都受不了了。所以要问路啊。真就这么走啦？道长，你真的好放心我呀。道长，对不起啊，你一定会找到好徒弟的。妹妹，七哥、五哥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难道你们一直跟着我的？哎呀，别说了，快跑吧！啊，跑！走，走。哎，这个萧二也不告诉我们一下具体的地址，就说在这附近。这附近究竟是哪儿啊？不要着急，我觉得这样挺好。就算找不到你小师妹，我们也可以多逛逛呀。好。哎，青天，你看那有胭脂水粉，我们去看看吧。走吧。哎，二位姑娘，来看胭脂呀！这些胭脂啊都便宜卖了，这都是上好的胭脂。多少钱？价钱咱先不谈，二位姑娘长得如此漂亮，你们先挑着，价钱我们稍后一起算。青天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好看。这个颜色小师妹一定会喜欢。试试这个。二位原主，请不要紧张，贫道没有恶意。这位道长，你是要化缘吗？你是不是在找人？是啊。找你的小师妹。对啊，对啊。他的小师妹叫什么？苏冉冉。原主，切记，不能用情过深呢。你连我小师妹的名字都知道。跟贫道走吧。不过，这位道长怎么称呼你啊？贫道静慈。你就是静慈姑姑。我经常听素女姑姑提起你。静慈姑姑，我可崇拜你了，你收我为徒吧。妹妹，多吃点啊。客官，您的菜放这儿吧，多吃点。妹妹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爱吃的。来，你看，这个是荷叶鸡，还有这个是琵琶对虾，那个是爆烧海螺，还有这个是刚出锅的扬州小笼包。虽然这些东西比不上家里，但是都是哥哥精心给你找来的，你快吃。好。别噎着了啊。多吃一点啊。对了，刚刚跑得太急，忘了问一句，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在你跟静慈出京没有多久。来，妹妹。不过静慈道长好像不愿意我们跟着。对了，妹妹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多谢二位哥哥的救命之恩。要不是你们，我现在估计就跟着静慈道长成为一名六根清净的小道姑了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是突然出现的。我想跑吧，武功又太差。我可怜的妹妹，你说你吃了多少苦啊？我每次跑都会被他抓回来，现在连看到他都害怕。掌柜，给我来一桌跟那桌一样的东西。好嘞。再来一不会吧？这儿有碧螺春，有龙井，您让来。这老道士怎么找到这儿的？哎，没问题。小二，上壶龙井。好巧啊！二位打算住在这儿？道长，您哪位？我们不认识，不熟。一路下来，早就是熟人了。
不知道长找我们兄弟二人有何指示？我找二位当然是要回我宝贝徒弟了。道长，我怎么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呀？我们根本就没有见到我妹妹啊！哎，道长，道长，哎，道长！今天真是出门遇贵人呐！静慈姑姑是仙人无赦和一仙素女的师姐，想我太乙山萧沐尘那个家伙，受业于仙人无赦。素女姑姑喜欢小师妹，觉得小师妹有学艺的天赋，所以收了她做唯一的弟子。今天遇到静慈姑姑，看来就要看我的了。要是能做她的关门弟子，那可就齐活了。小师妹，大师姐！你可想死我了，大师姐，我也好想你啊。对不起啊，没去参加你的婚礼，因为我知道你这亲根本就结不成，索性就不去看了。师姐，你就别提这件事了。师姐啊，师姐，你怎么跟静慈道长在一起啊？他简直太难缠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晚上不要说鬼，白天不要说人。苏冉冉原主，贫道都听到了。道长，我是在夸你。师姐，师姐，快看你身后，那个穿白衣服的那个女子，比我高很多的那个，好漂亮啊！看什么呢，臭男人！没见过美女啊？死开！走，青天。小师妹，这是叶青天，我新结交的好姐妹。青天，这个猪就是我们太乙山的小师妹苏冉冉。冉冉，姚斌天天提起你，今天可算是见到了。青天姐姐，你好漂亮啊！唉，现在的女人呐，一个个的都不好好待在家里相夫教子。你们两兄弟才应该待在家里，省得出来挨揍。你，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啊！走吧。走。哎，妹妹，妹妹，青天，青天，快来啊！哇，天哪！哎，妹妹，静慈这身打扮，人家能让她进吗？走吧。走。哎呦，哎呀，您来啦！哎呀，几位用餐吗？您想吃点什么？我们这儿有扬州最好的厨子，给您预备着。吃过了。啊，要不这样，您到房间休息一下，我找个人给您做个全身按摩，舒服舒服。我们可没钱，你都不问问客人有没有钱就随便推荐消费，也不怕到时候我们付不起。这位姑娘说笑了，之前呢，道长已经在我们柜台放了1万两银票，你们所有人的开销都是从这里边扣除的，我们的房费也是每天1结。啊，道长，这几位是不是也要开房啊？这钱是不是也从那1万里边扣啊？可以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不，这1万两都放这儿了。哎，钱是身外之物，我放在身上也没用啊。可是，哎呦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放在身上干嘛？
对对对。哥哥们给的零用钱啊！硝烟已散，烛火风中缠，多少遗憾独留一声叹。雨当空阶，离长短，相见是亦难，想念何以堪？多顿的冬去，火畔的春来，蓦然回首，已青丝鬓染白。相见是亦难，想念彻骨寒。当桃花已乱，火药花已乱，昨日少年着青衫梦里还，昨日少年着青衫梦里还。